哦，哎呀，我看清楚了，看清楚了。不就完了吗？还想跟我抵赖呀你？你看，一方，一方不就是1两吗？什么一方？你看，你看。这怎么回事？不知道啊。王爷别急，怎么回事？哦，这字据上写着华太师认罪的自白书，他想赖账，咱上京城告一状去，一告一个准。师爷，无赖！你这个无赖！我要到皇上的告你御状！告你！哎呦，王爷，你念一念，你再念念吧，啊，念一下，念念。祸福凶吉时难量，太师宁府烧书房，本要对簿在公堂，又恐谣言翻高墙，赔银1万冤不冤？以示宁王帮大忙。如不赔偿，枉为人，从此红妆做你郎。听到了吗？证据确凿，你已经认罪了。哎，有什么话好说吗？王爷啊，那这几个字连起来，你再读一读。难不成能读出个大天来呀？对，跟着念。实在冤枉，怎么实在冤枉呢？王爷，你王爷，你要是拿银子，你就拿着；如果你要是告状，老夫也不拦你。可这上面明明白白写着我是屈打成招的，皇上看了还会信你吗？啊？啊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！你这老东西，老东西！今天在这里要不到钱，回去跟你好好算账。哎呀，师爷呀，那个字据从1万变成1方，真的不想说。啊，最可恨的是，还暗含藏头诗。你说吧，我养你这么久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你在贪污我的钱呐？怎么贪的，就怎么吐出来。想喝一口吗？都僵了。豆浆就不能喝了吧？全福啊，给他加点冰吧。啊，是。哎呀，好烫啊，好烫啊！烫死了！汤子，这杯酒，老夫敬你。啊，谢谢太师。堂子，这次要不是你出手相助，老夫我现在还被那宁王当兔子养着呢。哎，这感激之情不知如何言表啊！哎呀，华太师您太客气了啊！谁让唐某跟华府那么有渊源呢，是吧？那本来就不是外人嘛，是吧？对，不是外人，不是外人。要我说，简直是亲如一家啊！对，一家人，一家人，一家人。秋香，斟上。是老爷。哎，谢谢。哎呀，月明明天下，秋香香人心。美啊，月美酒美，人更美。公子过奖了，唐公子，你真有才华。唐公子啊，哎呀，老夫啊不胜酒力啊，今天有点喝多了啊。秋香，好好陪一陪唐公子啊，看看月亮啊。石榴，咱们回去好好休息。不舒服啊，就早点回去休息。老爷，我不回去。哎呀，石榴，喝多了啊。老爷，我送你。不用，好好看月亮啊，回去休息吧。老爷，慢走啊，太师。坐吧，秋香姐。
谢谢唐公子。走。哎，是吧？这位公子很有雅兴啊，不会怪我今天来晚了吧？花魁今天这身衣服真是漂亮。来，走，来。公子，这话我还是不要了。啊？秋香都不如一个青楼女子。秋香失礼了，唐公子，秋香告辞了。哎，秋香姐，你听我解释。哎，那个衣服啊，其实，哎，秋香姐。还不睡啊？石榴，你说月亮都圆了，人什么时候能圆呢？哎呀，你还在想那个杨王子啊？我怎么觉得他有点二呢？不许这么说我的王子，我远隔万里都能闻到他的贵族气息。哎呀，你的鼻子可真灵啊！哎，可是我觉得怪怪的呀。你想想看，上次你出那种洋相，心里还念念不忘的，你犯得着吗？那是因为他不懂大明国的文化，如果慢慢的教他，他就会懂了。而且真正的爱情是没有年龄、没有国度之分的。哎，石榴，你能不能再帮我送一次信啊？还要去呀？当然要去了。哎呀，别去了，洗洗睡吧。石榴，为了你和唐公子的幸福，你去不去啊？哎，一定去，现在就去，马上去。华莱士。石榴，你这么晚干什么？哎呀，我是来问问你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？你是说秋香吗？对呀。你说秋香喜欢我，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还能有什么意思啊？你看丝绢都送给你了，鸳鸯戏水懂吧？鸳鸯戏水不懂。哎呀，到底是个西洋人，怪不得秋香要对你进行国民再教育。哎，那一次我以为你邀请我去打猎，所以我看到羽毛就开枪了。我没想到会误伤到秋香。哎呀，真是个榆木脑袋，一点也不开窍。哎，直说了吧，我们秋香喜欢你。哎，你喜不喜欢秋香？秋香喜欢我？对呀。真的假的？那还有假？真的吗？哎呀，真的！我突然太幸福了，让我有个思想准备。哎呀，那就好，我们到时候会请你去国学再教育的，看你是否可以托付终身。我很喜欢中国的培训，我很喜欢上课。努力啊！当然，不要让我们失望。我要上课。真的很好看，会不会太艳了？不会，多漂亮，真会说话。你再看看，你再看看，也挺好看的。哎呦喂！对，就是这个脑袋吗？是，你可以试试。谁呀？不好看不要钱啊。怎么这样啊？颜色好深哦，有没有比这个色儿更浅一点的？有。你看这个怎么样啊？我来试一试。这个挺好看的。好漂亮！这个颜色好浅呐，有没有比这个色儿深点儿，比刚才那个色儿浅点儿，中间那个色儿呀？我去给你找找。哎，麻烦您了。没事。长成这样还装纯，真恶心！关脸小哥啊！原来是个人妖！哎呀，吓死我！是，太恐怖了。哎，美女呢？走了呀？走了？对呀。来看看吧，来看玩开心点啊！朱公子，你又来干嘛呀？那还用说，我是来找李花魁的呀。行，你找花宝宝啊？给钱。哎呦，我这儿可有比银子更值钱的东西。哒哒，
什么呀？别动！哎，你想干嘛？这可是洋玩意儿，可值钱了，可名贵了。这个可比金子还要贵呢，而且还有神奇的效果。好了，自己照镜子看看吧。好漂亮啊！真好看！这个红唇是我吗？我问你啊，我现在嫁人还有人要吗？有人要，有人要！哎呦，我想要！看到没有，就是有这么神奇的效果，不仅可以返老还童，而且还可以红颜永驻。哎呀，这个东西很值钱吧？哎呀，咱们都是自己朋友，何必钱不钱的？多生分。伙计，等一下。这点啊，就当是我送给你的，你可别忘了，很名贵的。这么一点点，就相当于拳头这么大的黄金呐！这么贵重的东西，我要找个檀木匣子收好它。哎呀，周公子，你要见你的花宝宝吗？哎，那你请，你请。好好好好。呀，你们快招呼客人呐！妈妈，给我！美，太美了，美轮美奂，美妙绝伦。祝公子，你送我这么贵重的礼物，你对我真好。我的人，我的心，都是你的。花魁，哎，周公子啊，这是我收藏的极品龙井，我自个儿都舍不得喝，今天我豁出去了啊，给您沏上了。谢谢您啊，老妈子，这儿没您什么事儿，您出去吧。啊，谢谢您啊，有劳您了啊。哎，走，没什么事儿您就别进来了。哎，花宝宝，行了吧？还说什么专门送我的？我可看见了，妈妈的嘴上，都撅成这样了，比我还红呢。我要不分他点儿，他不让我进来啊。我不管，既然你要对我好，就要送我独一无二的东西，我可不愿意跟别人分享。行，只要我有，应有尽有。你说吧。你说的啊。现在呢，洋装也有了，也有了洋口红。我还要洋人的长睫毛和黄头发。这长睫毛、黄头发，这哪儿弄去啊？弄不到啊，那我就再也不理你了。别啊！只要你要，我就能弄到。只要你高兴就行，啊！我现在就去，啊！等着啊！哎，祝兄，你怎么了？被人打劫了？情人节。情人节？当铺？啊！你不会是把自己的衣服鞋子拿去当了，就为了博那李花魁一笑吧？哎，为博美人一笑值啊！哎，咱们俩这可是4两对半斤呐！你这该不会也是为博美人一笑吧？哎，同病相怜呢，看来只有你知我知，不足为外人道也啊。哦，可能外人也知哦。哎，你们也在啊？你这日子不过了呀？不过了，我想好了，这要能换来武功秘籍、称霸武林，这点钱算什么呀？哎，文兄更厉害，现在都敢偷老婆的钱了。这怎么叫偷呢？这本来就是卖画挣来的。
拿卖画挣的钱去换更感兴趣的画研究，这理所应当嘛，是不是？2个为红颜，一个为武学，一个为了画。看来我们是要去同一个地方喽。那就废话少说，走吧。走，穿成这样也敢出来？130号到135号，进。哎，好别的，哎，今天的号已经放完了，要买洋货的明天再来啊！哎，走吧啊！哎，回吧啊！哎，你们这都有号了？哎，卖号了啊！卖号了，没号了啊！哎，没买到号的进不去呀！兄弟，来，我跟你说啊，几位爷，要号啊！巧了，我跟你说，马上就排到，4号连在一块儿呢。1张号1两银子，1两。以前这个店挺冷清的，怎么现在这么火？哎呀，这位爷，您可就落伍了啊！现在这是苏州城最热闹的地方，改洋货铺子了。这年头，你手里要是没1两件洋货啊，你走大街上都抬不起头来。用英吉利的话来说啊，就是你们out啦。这么一个洋货铺子里面没有洋人，这王掌柜在这里干什么呢？哎呀，洋货生意好，王掌柜人这是把洋货铺子入了洋人的股，不要急，跟着做洋货生意。买号要趁早啊，不买我这号，你们今天是进不去了。要4张，要买4张是吧？对，4两银子。4两银子。哎，快拿钱！没零钱呢啊！你，哎呦喂，我眼睛进沙子了，帮我看看啊！哎，就这儿，我没钱，我钱呢？行了，就这，帮我看看，哎，没事吧？哪有沙子？哎，我这一共就这么点银子，你给了沙子？哎呀，行，进去再说。走，快！看那个，这个东西，哎，这件不错啊，这是洋人的痰盂吧？是吧？哎，欢迎光临好酒馆。你好。我尊敬的各位客人，欢迎各位。喝点咖啡。咖啡不要，实在受不了那个味儿。哎，给他喝吧，他练功需要增加内力，我们喝茶就好。你说是吧？哎呀，华先生是这样的，今天呢，我们几个来是想买点东西。买东西。我们这里的东西都可以卖的，说吧，想买什么？我呢就想画一幅仕女图，所以就买一套像达姑娘这样的洋装回去参考。我要这个睫毛可以变长的那个东西啊！我有。我还要一幅你们这儿的洋画，我想回去研究一下。我就要这个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打败各大门派这个行头非常重要。我看你这刀枪不入，我就要这个啊！四位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价格打一个8折。我知道你们大明人喜欢8，就是发吉利嘛。没错，好彩头了。那是不是你给我们说个价呀？等一等。我觉得我们兄弟商量什么呢？这还商量啊？这他们干嘛呢？干啥？这听不见呢。算好了，打完8折之后一共1320。20两啊！20两，这太便宜了，客气了嘛，才20，一共也没多少啊。等一等，1320两。什么？1000？我们买的很便宜。不是这些东西，这也太离谱了吧！1320两包括洋装400两，非常漂亮，还有油画500两，500两呀！盔甲400两，400两，加睫毛最便宜，给你20两。不是，这涨价归涨价，没有涨成这个样子的吧？是不是啊？我上回买那个洋装才10两银子啊！对呀，那时候我太傻了，对，我就是个笨蛋。这样吧，你的那条裙子再卖给我。不是，我啊，300两，我才不卖呢。这东西已经给李欢毁了。哎，别，咱们别着急，稍等啊，怎么办啊？
刚才这进来的时候银子都花了，这钱不能白花，咱们就走了。对呀，怎么也得弄点东西啊。就是不能就这么回去吧。商量一下。啊。你。嗨，你看这钱也不够啊。就是衣服都当了，这点钱我们要的不多。我就这几百人也不够啊。对呀。这买你的还是买我的吧？我的。哎，行，好了，那个我们要他那个什么那个那个睫毛啊，睫毛很漂亮。不灵不灵。没了，我们只有100两。就这点啊，就这些。哦，100两。等等啊，等一等。我觉得100两太少了。这又商量上了啊？商量什么呢？这是都要。亲爱的文。文，我被你这种对高尚的艺术追求打动了，那就这样吧，我可以亏本把这幅油画一起卖给你，80两，同不同意？哦，好吧，同意我说好吧，卖给你。行啊，这老板挺好的，你们觉得呢？商量。等等。他们哇，其实80两，到了这个地步，不买也不行了。我们几个就让文兄买走了吧。不会的。况且文兄他是为了研习画艺，其情可嘉，是吧？是吧？买了啊！那多谢各位啊！行吧？啊，那我们要了。哇，我也买了我的呢。不是你就算了吧。你说这盔甲我要是得不着，我不得在4大门派面前出洋相啊？哎呀，算了，徐兄，太贵了吧？不行，钱财是小，名节是大。我这就回去把我们家祖田卖了，明儿我还来。不会吧？喂，徐贤弟，这一个个都怎么了？为这些洋货都癫狂发疯，哎，名副其实的洋巅峰啊！师爷，多亏了你的帮忙，我们才有了这个住的地方，我们才有了发财的机会。你对我们都很好，这是我们给你的，表示我们的心意。哎呀，又在一起发啊！放心吧，有我在呀，以后你们的好日子还长着呢。师爷，可是恐怕时间不能长了。我们虽然赚了不少钱，可是我们那些货物剩下不多了。哎呀，那还不简单吗？我明天就派车送你们去港口啊！你们再找条洋商船，拿银子批货不就得了吗？哦 ，no， 你不知道，现在的港口，我们洋人用钱买不到洋货，因为中国的银子成色不好辨认，他们不愿意收，他们更喜欢中国的特产，运回欧洲会赚更多的钱。是，你提醒我了。既然港口的洋商喜欢以货易货，那这样，你们剩的洋货就别按银子卖了，要买就只能拿中华特产来换。比如说啊，可以用高档茶叶来换盐丝，咖啡。对呀，还可以用古瓷换餐具，用缂丝华服换洋服啊。等你们换成了啊，再拿这些到港口换洋货再回来卖，这不是两边挣钱吗？太好了！按你的意思说，我们可以赚更多的钱。正是啊。我们听你的，干杯！干杯！贤弟啊，那盔甲是一身行头，可这田却是你祖传的，怎么可以说卖就卖啊？啊！哎呀，堂兄，
你不知道啊，人活脸，树活皮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西洋盔甲那是我在武林界的一个脸面。哎，这祖田算什么呀？为了武学，我可以倾家荡产，你信不信？你别拦我啊！不是那个华莱士，这个呢就是你昨天说的那个400两吗？银票给你，这个我买了啊。亲爱的徐，对不起，我非常抱歉，现在你的银子买不到我们的货物了。买不了？对，为什么呀？对不起，这是我们的今天刚刚改的规矩，我们现在只接受一货一货的方式，不能收银子。一货一货不收银子？对，只收货物，这是什么规矩啊？这是？哎，让一让，二位请让一让。你请上座啊。哎，您要看上我们这什么洋玩意儿了，尽管吩咐啊。哎呀，我是个粗人，不懂什么洋玩意儿。那个纸筒子多少钱啊？哦，您说那个？哎呦，那个可不得了，那叫千里眼，能看到几里地以外的东西呢。那好啊，我岂不是坐在家里就能监督煤窑厂的工人挖煤了？对呀。哎，你看价，我要。好。南爷啊，人家现在不收银子，收咱这儿的特产。特产？哎，有啊。来啊，王掌柜，你看看这个东珠，这些洋人还入眼不？东珠啊！哎呀，哇，太入眼了，入眼吧？太入眼了！哎，赶快把那个千里眼给南爷包上。南爷，你今天这银子花的那真像个值，值？对呀。那我走了。哎，你慢走。哎，徐贤弟啊，你们家有没有东珠啊？没有啊，老母猪倒有2头。那有没有煤窑啊？那更没有了，煤球倒有2个。没有就好，没有那就没有我们什么事儿了。走吧，人家不收你银子。不是，走吧。怎么回事？我这卖都卖了。哎呀，省吧，快走吧。破规矩这是。睫毛说长就能长。哼，朱公子，你说我美吗？美，全身上下都特别美。嫦娥看到你的美，月宫不敢迈出腿。昭君见到你的美，塞外终老无颜回啊。这么说，我把他们都比下去了。那朱公子你呢？我嘛，愿做一只相思鸟，就在你头发里面做个窝，天天在你耳边轻轻唱情歌。嘿嘿嘿，花宝宝，这可不对了。有什么不对的？在你这儿什么都对，错的也是对的，黑的也是白的。我这头发不是黄的，那就不对。我要金头发，我要洋女子那样的金发。哎呦喂，这洋装有了，睫毛液也给你买了，至于这金头发嘛，我觉得还是黑色的好，中西合璧，别有一番韵味。行了吧，还中西合璧呢，其实就是土不土洋不洋的意思，怕是得有人说我东施效颦了。让他们说，反正我不在乎。我在乎。你要是给我弄不来把头发变黄的法子，这屋的门你是别想再踏进了。哎，花宝宝，我都给你买了2次洋货了，你还不知足啊？朱公子，您可超时了啊！您自己走不动，要我找人抬呀？不就是金头发吗？行，没问题，我来想办法，全都包在我身上，只要你高兴。来，亲一个。朱公子，你可真的超时了，你要再不走，我真的找人抬了啊！赶紧的。咱这下回一起啊，告辞了。
文征明，知我者为我心忧，不知者为我何求？还为我何求？夫人，你装什么呢？我问你，家里的油呢？我前2天才赊了2斤菜油，怎么今天就见底儿了？夫人呐，这《礼记》有云吧：“君子远庖厨。”灶台上的事儿，我是一直不甚了解。既然没油了，你再去赊一回便是了，何必打搅我读书的这份清雅呢？哎，夫人，你看，厨房都快着火了，快去吧！啊，我还要用功呢。这君子就不用吃饭了，你就是伪君子。你干嘛呢？啊，我读书呢。好啊，你个文征明！我说今儿怎么那么邪门？我的油在这儿，我钢制的布也在这儿，你干嘛呢？夫人，你可慢点发作，你误会我了。你看，我这全都是为了艺术啊！你看，哎，怎么样？哎呦，这个人怎么这么眼熟啊？这是我吗？哎，这个是西洋画吧？哎，洋人怎么会画我呀？你再往那儿瞟一眼。那衡山居士，哎，相公，你画的我呀？哎，对，哎，夫人，来看看这画，这可是我近日购得的西洋画，我是日夜的揣测琢磨，终于通晓了其中的奥秘。哎，这西洋画嘛，又称是油画，是调和各种油脂和颜料在布上作画。哎，你这样，咱们近看是一大堆的色块，可远看呢，却惟妙惟肖，画山是山，画水是水呀。这画人也是美人。哎，你就是美人嘛。这么说，你是学会新的画技了？对。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赚大钱了？夫人，此言差矣，这我都研究过了。这西洋画吧，它是充满了匠气，真的。它以形似为追求，是处处的着色，笔笔填实啊，跟我们的水墨丹青根本没法比，少了那份意境和神韵。我想啊，这画肯定没有人喜欢。既然我已经通晓了其中的技法，那留着这些也没有什么意义了，就让它从丹青中来，再回到丹。这画你不喜欢，我喜欢呀。你给我裱起来啊，就挂在书房里，我要你时时刻刻都看着我，就这么定了。其他的嘛，我拿走了。拿走？啊？干嘛去啊？哎，这都是你用我的香油跟布弄起来的，我怎么着也得把这本儿给赚回来吧。再说了，现在街上正流行这个西洋画，这都是次品啊，这。哎，没事，给我了，记得裱啊。哎，夫人。哎，夫人，那上面有我的印呐，我丢不起这人呐。夫人，哎，别说是文征明画的呀，记住了呀。唐公子，唐公子。哎呀，秋香姐。唐公子，你找我啊？我今天呢，专门给你带了一份有洋味儿的礼物。什么礼物啊？你猜？洋裙子。差不多。真的？哎，我给你看看吧。看看。哎，你看啊，这是杨桃啊，这是不一样的杨桃，从很远的地方运过来的。啊，你尝尝，尝尝吧。我不喜欢吃杨桃的，太酸了。这个不酸的，这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运过来的，很甜的。来尝尝看吧。我喜欢洋裙子。我知道秋香姐你很喜欢上次那条洋裙子，就是那个死人祝枝山把她给抢走了。后来呢，我就跟那个杨姑娘问她有没有另外一条，结果呢，全苏州城就剩下她身上的那一条了。不管我出多少钱，她都不肯卖，这我也没有办法呀。好吧。既然是这样，也就不勉强你了。只不过是那个裙子好看，秋香喜欢罢了。大家都来看看，看看，我看看，唐公子，你不是说洋裙子已经没有了吗？
不会啊，这不可能啊！我一直以为我只是不如一个青楼女子，现在可好，连一窝都不如了。不，这唐公子，我好伤心啊！哼！哎，秋香姐，哎呀，这为什么？这个给你抽奖了，你看看。相公，夫人，咱是不过了吗？是不过，咱们以后啊，再也不过那种穷日子了。那你的意思是，咱们那些西洋画都……这些好吃好喝的都是你那些洋画换来的，100两一张，我半个小时就卖光了。卖完了啊！哎，还有这个，你看这个呀，都是别人给的定金。这个，哎呀！这些充满匠气的西洋画都这么多人拥趸，那现在人的眼光真是难以琢磨呀！哎呀，什么品味啊！我告诉你啊，就这一个“洋”字，你知道现在苏州城最流行的是什么？什么洋烟、洋酒、洋口红，还有你那个洋画。哎，我仿的画怎么就成洋画了？我还签字盖印了呢。哎呀，这不是问题，我打听好了。那个洋画呢，它不是用裱的，是拿那个木框框往上一框，框完了，谁知道是你画的呀？那这就更不行了，这欺世盗名的罪行，我文征明可担当不起，我得拿回来。这失财是小，失节是大嘛。我倒要看看这个家里面谁大谁小。这家里当然是夫人最大了。好了，来，喝汤，趁热，来，好喝啊！我还没喝呢。好喝，真好喝。知道这是什么汤吗？羊汤。啊，那懂了吗？懂啊！哎，喝羊汤好画洋画，跟上次对联吃莲藕是一个道理。明白就好。那你知道我接下来要说什么吗？知道。1天10幅西洋画，少1幅不许吃饭。那你还不快去画呀？好嘞。这就是传说中的西洋武术秘籍吧？你看看人家这俩人啊，步步暗藏杀机呀。这我得到这个，我不用盔甲，我也能称霸武林啊。嘘，别吵啊！小点声，进去。喊什么呀你？老实点啊！哎呦！醒了，醒了。你是谁啊？不是，你在这干什么？是那个鸟吵你。我来的目的呢，就是帮你把它摁回去。现在我的任务完成了，那我先走了。你是小偷，不要走！你是小偷。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可不愿意了啊！谁是小偷啊？你说谁呢你啊？我告诉你，你别蹦了你！不，你看看我这造型，我这气质，能是小偷吗？怎么着也是大侠呀！我听不明白。士可杀不可辱，我知道你听不懂啊。接招！
你这个小偷，真好玩。你没事吧？你哪个门派的？哪个？你师傅谁呀？怎么教的你呀？我懂不懂规矩啊？不懂。还没开始你就开始打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啊，把握好了。再来。好。你没事吧？不是你为什么不按照规矩打呢你啊？有没有点职业素质啊你啊？不是洋人全这样是吧？那么不懂礼貌呢？好，别说我欺负你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就用你们西洋武功秘籍来打你啊！你等着。我等着你。好。没看到在这学功夫呢，边上等着去。你很奇怪，你是很奇怪的小偷，你知道吗？对，站那看好了啊。OK， 你要准备好了，可以，我让你。好了吗？看来没好。准备好了啊。好的，来吧。这就来了。走着。你这是？你在干什么？哎呀！我，你是故意的！神功啊，这是！你先说对不起。哎，我还没发功呢，你就流血了，这是不是内伤？内伤？是不是内伤？内伤？服不服？内伤？来呀！你也内伤！我跟你说了吧，你别乱动。Who are you？ 快来！你在干什么？发生什么事了？说什么你根本听不懂，在这讲人话。我告诉你们，我这上面可全是大招啊！你要再来我可发功了！我告诉干什么？别后悔！是谁？别开枪！哎呀，小心伤了你们自个儿啊！站着，让我看一下。你是谁？徐公子。徐 what？ 是徐公子 ，He hates me， 就是这么高的。王掌柜，我们认识他，但他有偷书。不是谁是小偷啊？我是借你们这西洋武功秘籍，我来翻阅一下。我打算看完了就给你们放回去。等，徐公子，你说你看的是什么书？西洋武功秘籍？武功秘籍？啊，可否让我一阅啊？看你这样，应该也没有什么童子功功底啊。拿去看你也学不会，拿去。嘘，你这个小偷，华莱士，这是什么书啊？这是各种欧洲舞蹈的跳法，比如恰恰。说什么呢？flamenco， 这个样子还有 OK， 就是来偷东西。OK。徐公子，把枪给我，我要打死他。洋人说了，他们肉眼凡胎，也看不懂这个武学秘籍的奥秘啊。既然徐公子慧眼识珠，又肩负大义，那他们也不计前嫌，愿意将此秘籍让给徐公子。真的？真的？不是你怎么不早说呀？这费半天劲，还动用我这真气。不是你跟他说说多少钱？徐公子，你知道我们这儿不收银子。那怎么办？这洋人说了，说他们呢，这是他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典籍，啊，愿与你以物换物，也搞点什么字画什么的，比如唐画啊，唐画，我爷爷好像给我留了一个唐画，叫什么87什么87神仙卷。对，就是这87神仙卷。我跟你说，我们家呢要钱没多少但你要什么古画什么的，都一堆一堆的。等我回去给你拿去，咱们这就换，好不好啊？别，徐公子，这个87神仙卷你给了洋人，到时候衙门问起来，他们也说不清楚啊。不如这样，咱们择个吉日，
我呢找衙门的主簿当中人作证，双方签字画押，再交易不迟，怎么样？啊，真的？哎，行，那就过几天我带着画来换秘籍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，等着我啊。定了。你早说呀，我干嘛费这么大劲啊？真是。徐公子慢走啊！87神仙卷，我们就要发大财了，发大财了！发财！唐公子，我喜欢你。秋香，我多么希望每天早上一出门就能遇见你。你看我这身也不错呀。我跟你说，我这个可便宜了。是啊，这个也挺漂亮的吧？感觉整个人都香吧。这位大嫂，叫谁大嫂呢？叫您啊。大嫂听着多土气呀！啊，这按照现在时兴的叫法，你得叫女士。女士？哎，这多洋气呀！公子，你问吧。这位女士，你到底要问什么呀？好看呢。不是说这种洋裙子很难买的吗？怎么现在满大街到处都是啊？啊？怎么听意中人问的？不是意中人，是我的爱人。行，我看你挺会疼人的。本女士啊，就告诉你啊，要说现如今咱们苏州城里最时兴的就是这个洋裙子了啊。你要是不穿呐，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呢。可要说这来处嘛，最近大家伙个个重阳，早把家里的好东西都换洋货了，哪还有那么多东西换洋装啊？显然这不是从洋人那儿来的。你再看看这洋装。这不就是那种松江土棉布吗？原来这边没有哦，难道是重新再做的？猜对了，听说是啊，万花楼那个李花魁，他有件真正的洋裙子，他呀高价租给了刘裁缝当样子，这刘裁缝呢照猫画虎，任你是棉布绸缎，全部都能做成洋装，而且每件工钱只收10两。所以呀，公子你要是做洋服送人，赶紧去排队吧。香不香啊？哎呦，唐公子来了，是啊，想吃点什么？很久没来，你知道有什么新菜式啊？您看看。哎，花样还真不少。哇，怎么那么多字啊？哎，那个叫什么麻辣黑胡椒京腌碎肉炖白鱼豆腐，是什么菜？这个就是原来的麻婆豆腐。嚯，哎，那个中式花布丁配特制鸡丝椒汁佐顶及蒜蓉辣酱，这就是豆腐脑啊！豆腐脑？哎，对。其实这些菜不都是以前的菜吗？为什么要改名字？改成这样有什么意义？是，唐公子说的正是啊。哎，说到这事儿啊，就得说说我们家掌柜的。自从我们家掌柜的上次见了洋人，吃了回西餐之后，哟，那是觉得别人家吃饭讲究。可是他本人不会做。我们老板说啊，不会做没关系，先从给这菜改洋名开始。哎呦，公子，你还别说，这改了洋名之后啊，开洋荤的客人那是多了去了。唐公子，您说说，这菜虽然还是那个菜，但是吃过的客人都说啊，这菜的味道就是不一样了。伙计，来一碗中式松花蛋，会特选猪肩肉配水晶香豆浓汤。哎，来喽！唐公子，您先坐着，我给客人端一碗皮蛋瘦肉粥去。好，去吧。哎，为什么呢？把花布挂在脖子上，感觉真不错呀！啊，味道也不一样。无聊。说你呢。哼，
来看看这个果吧，这是从外国进口。老板，哎，来个豆浆、油条。好嘞，老公。来，行，来一个。您慢用。老公，来，你也来尝尝这个精选菜籽油浅炸发酵咸味长面条。老婆，老公，我还要吃这个鲜榨原生鲜蘑加糖黄豆浆。来，给你这鲜榨原生现磨加糖黄豆浆。老婆，老公。公子，您干嘛呢？哎，我问你啊，我爷爷在世的时候有没有往上面搁过东西？公子，你们家的东西您都不知道，您问我哪知道啊？不是你说这全屋我都找遍了，我就找不到那个87神仙卷。今天我都跟那王老板约好了，我要不把这画给他吧，他那西洋武功秘籍他就不给我。我上去找找去，给我扶着点。哎，这梯子怎么那么晃？哎，公子，我看咱家这梯子不行，要不我再去给您借一个，您在这等着。您等着。哎，你上哪儿借去？你回来！哎，真没用。什么？那87神仙卷可是吴道子的真迹，堪称画坛圣物。他竟然拿这个去换什么洋人的武学秘籍？荒唐！这中华瑰宝岂能流落于外国呀？若真是如此，他徐真卿就是罪人了。那不就是一本西洋的破书吗？若是他真的用87神仙卷拿去换了的话，那就是大逆不道啊！对，身为江南4大才子，竟然留不住老祖宗的圣物，这要传出去，岂不让人笑话吗？不行，我们得去拦住他。好，走。哎，走。哎，果真在上面。哎，爷爷，我知道这画是您的指望，但是儿孙呢也有儿孙的理想，用您的指望换我的理想，值。哎呀，唐公子，你轻点，人家的小手都被你拽疼了啦！啊，好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只要你能拦住徐真卿，你要什么我都答应。真的？给我买朵花吧。什么花？啊，行。好吧，就这个吧。哎，给，哎，多少钱？7，我终于有唐公子送我的花了，不用找，我会珍藏一辈子的。哎，行，赶紧走吧。哎呀，你们让我进去！这祖上的东西怎么能随便动呢？哎，你卖给我啊！卖给我！不，你就算是做买卖也得讲究啊！这是咱们得赚呢，是不是？就他们那个卷烟卷抽的那个破书，拿你这个祖传唐画去换，也太不值了吧！去！谁跟你们说是破书了啊？今天我招致胜，你们都看见了吧？我徐真卿习武这么长时间，什么时候这么风光过？告诉你们别拦我，我可要动手了！冷静！石榴姐来了！等等，石榴姐，你怎么来了？真卿哥，我在这儿等你呢。听见了吗？他刚才叫我真卿哥。听到了。看来我这美梦要成真了。石榴姐，你来是？哎呀，我来是告诉你啊，那个什么西洋武学啊，有什么好学的？你跟我回去吧，我给你做好吃的。你看，心爱的人在这儿，然后好吃的在碗里，这个才是抓得住的东西。真爱呀！石榴，我本来以为你来是跟我分享喜悦的，我没想到你会这么说。我实话告诉你，虽然我喜欢你，但是男子汉大丈夫，志在四方。如果你让我选的话，那我一定选择我的理想。石榴姐，这什么情况？站住！等我16在，你别想进去。哟，您这是要跟我练练是吗？那石榴姐得罪了，拿着。来真的？来呀！你先来。你先来。你先
先来。徐公子。16姐。服不服啊？服！我最讨厌西洋东西了，自己功夫都没练好。把糖画拿出来。这儿呢。给他。哦。想学功夫是吧？到华太师府来给我请安，我教你功夫啊。不过这糖画呢，先不能换，10天之后行不行？行。16姐啊，其实呢，我就是希望他可以清醒清醒，差不多得了。把腿收回去吧。对呀。哎呦！唐公子。去把他扶起来。你闻一闻。小姐，没事。起来。干什么呀？我看到了16大侠。哎呀，叫我16大侠干嘛呀？多难听啊！叫我安流吧。叫一句嘛。啊？叫一句嘛。叫嘛。救我！阿柳。哎呀，伯虎哥，徐真卿说这画啊得10天，10天够不够啊？那我走了啊。伯虎，快，这都不行了，这。你也不行了啊？伯虎贤弟，看见不？去吧！我知道，慢点。伯虎，你行不行啊？秋香姐，有件事呢，我必须马上告诉你。那些洋人呢，要换徐兄祖传的名画，要是再过10天还想不出办法来阻止他们的话，那就大事不好了。吟诗作画是诗人的事情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只是想进宫当娘娘。术业有专攻，喜好有不同。秋香实在不知道有什么能帮上忙的。我不是需要你帮忙，我就希望你不要跟那些洋人有任何的情感纠葛。万一东窗事发了，他们都回国了，那你不是空欢喜一场了吗？是吧？你怎么知道我跟华莱士？哎呀，反正我没时间跟你解释那么多。总之，你必须答应我，绝对不能跟那个华莱士有往来。好你个唐伯虎，你管东管西都管到我头上来了。你知道那个华莱士是谁吗？他可不是一般的人，他是西域的王子。我们2个人那可是天作之合。你就省了这份心吧。如果那个华莱士不是王子呢？不可能，我听得真真切切的。他亲口告诉你的？那倒没有。可是他就是，你凭什么管我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走吧，我不想看见你了。秋香姐，秋香姐，我可是为了你好啊！岂有此理呀！华莱士和秋香的事，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们呢？我这不是不好意思说嘛，当然是越少人知道越好了。所以当初呢，我只跟徐贤弟说了一句，但没想到他现在也中了洋魔。我跟他是商量不上了，所以请2位兄弟帮忙商议对策。唐贤弟莫着急，我来帮你想办法。请问这一次你是真心想帮小弟吗？没有任何条件？伯虎此话为何？我是那种不分是非之人嘛。好，那就好。哎，我现在真的是方寸大乱了，什么都想不出来。请2位帮忙，想想办法，救救秋香姐，求求你们了。子曰：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”咱们找个机会把道理跟洋人说清楚就好了呀。可洋人只认上帝，不认什么孔老夫子。哎，这远水也救不了近火啊。有了！秋
香姐之所以为什么这么执着呢？那是因为她觉得华莱士是个王子，只要让秋香姐知道华莱士他不是王子，她不就死心了吗？有道理，正好借助这次华莱士去华府上课的机会，揭发事实的真相。伯虎，满意了吗？点菜，来碗鱼翅漱漱口。又来鱼翅啊？唐贤弟，祝兄，这么久啊，在文贤弟那里耽误了啊？文贤弟呢？还说呢，刚一出门被弟妹逮了个正着，紧跟着就是河图时候拳打脚踢啊！哎呀，连累兄弟了啊！哎，你的眼睛啊？哎，还说呢，上去劝架反倒被挨了一拳。不过不碍事，咱们怎么进去啊？哎，我已经拜托了16姐，让她当内应，把门虚掩。好16，当初为了撮合秋香姐和华莱士，为的就是你；现如今要拆散他们，也是为了你，真是一个双面的细作。秋香可真是咎由不慎。不过好在对你倒是痴心一片，其情可谅啊。都什么时候了，别啰嗦了，赶紧进去吧。哎，好，快，哎，走啊！快进去，把门关上，关上。哎，对了，16，那院子里的花你都还没有浇水吧？啊？今天我就要让华莱士答应纳我为妃，求16姐成全。我先去浇个水啊。哎呀，好困难。华公子，这个一点也不困难的，学会了呢，陶冶情操，还可以交到很多的朋友。你看啊，这个呢是万字。万字。对。还有这个呢是筒子。筒子，我觉得这个有点像你们的铜钱，为什么不叫钱呢？你看像不像？好吧，你很聪明。还有这个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呢叫条子。对啊，为什么不叫金条？啊？为什么？1根金条，2根金条，9个金条。9个金条是不是很好记？聪明嘛。秋香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做我的王妃。I do. I do. I do. 秋香姐，你们来干什么？2圈2，这不是吗？正好我们2个来凑了，这凑一桌呢，一起来打8圈呢。哎，你们俩怎么进来的？哦，是16放我们。该死的16！哎，秋香姐，先别说这些了。华莱士，你听着，今天我就要跟你在秋香姐面前把事情说清楚。对，哼 ，OK， 什么事情？你到底是不是西域王子？你敢说吗？喂，说啊！两位先生，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去外面办好。走去哪儿啊？想去哪儿？花公子，说啊，说清楚啊！说清楚呢！别走啊！花公子，别走啊！秋香姐，这下你们俩高兴了吧？我高兴，不是秋香姐，你真的不能跟那个华莱士在一起啊！对呀，还能有别的理由吗？理由只有一个，对，就是他不是王子。对，他就是王子。哎，你看没看见他呀？啊，他为什么要逃避我的问题？对，因为他心虚，是不是？对，而且如果他是王子的话，他就可以呼风唤雨。对，他可以吗？不可以啊！他本来就可以，他就是王子嘛。秋香姐，我们走着瞧，我一定会证明给你看，他不是王子的。等我回来。对，祝公子。哎，秋香姐，秋香姐，你这是为何？对，趁。对，趁。你们看，我这里有很多特别的苏州宝贝。你看，贵的漂亮，
桑丘，你们才是世界上最精明的商人。这些宝贝要是运回欧洲，那些贵族们肯定会发疯的。哦，是吗？桑丘，这些宝贝我全要了，我出1000个金币。哦，全都给我，我要再加100个金币。是吗？我出1500个金币。哦，你不要和我争。桑丘，我要再加一个印度产的红宝石戒指。桑丘，他的东西都是很普通的日用品，如果你跟他交易，那你就亏了。桑丘，我把这些东西全都给你，全都给我嘛？那我想好了，我和你做生意。OK， 把这些东西放到车上。太好了，再见，拜拜。我们发财了，太好了。你好，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！你一个人吗？对呀，这条路很危险啊！危险啊！是啊，这条路有很多土匪啊！是吗？是啊，很危险啊！ Oh 你自己啊， God 一定要小心一点啊！是啊 ！Oh my god！ 现在只有你能够帮助我了。快去找朗纳多！快去！朗纳多，朗纳多，快去！呀！王爷，给您的宝贝。哎呦，我用了这么多钱，房子也给烧了。是啊，真是不容易呀。钱丢出去也是有响声的。师爷，哎，靶子准备好，我要试枪。王爷要试枪了啊！王爷，您不试枪了？你不是说过这个东西可以百步穿杨的吗？那当然了，穿杨了。这个靶子太大了，啊，显示不出它的准头来。那就换小点的。师爷，这样吧，哎，麻烦你一下啊，过去。我当靶子啊？不是你，是苹果。哎。王爷，我觉得这么宝贵的机会，还是让给朗纳多吧。不，我脑袋太尖了，顶不住啊！哎呀，师爷的脑袋是平的，平的。不要再说什么尖的、平的。记住了，他是客人。对，怎么可以让客人去？哎，你去。你信不过他吗？我精工造的，我不信也不行啊。那是信不过王爷我了。我更相信了。师爷，我跟你说啊，上次那个一飞冲天的火箭，你不还是好好的回来了吗？这次怎么会有事呢？啊，快去，去呀！我向下啊！2，我一说3就开枪啊！1。
这，来人！把师爷和郎大都抓起来！王爷，你们浪费了我这么多钱造出来这个枪，居然打了就会炸呀！造炮不成，造枪也不成，你们有什么用？给我拖下去，砍了吧！王爷息怒啊！此次造枪，我们是废寝忘食，寝食难安呐，丝毫没有半点的懈怠呀！这是炸膛，事出有因，事出有因呐！你说清楚，说不出来的话，马上砍头！还是银子不够，银子不够啊！我给了你这么多钱呢，还说不够吗？你们老拿动啊，银子够不够？王爷，师爷说的是真话。西洋火枪构造很精巧，而且材料也很讲究。你看，就看这个枪管，需要采用很好的技术才能成功的。对，得用那个九天玄铁。不是我们不尽心的，是九天玄铁实在是太贵了。王爷你给的银子根本就不够啊！我们为了体贴您，怕您为了造枪再节衣缩食，所以擅自用了普通的铁造枪管，于是铸成大错了。我们有罪，我们该死啊！是呀，王爷，九天玄铁，我也有罪，这有那么贵吗？我也该死。再说了，我们要是死了，就没有人给您造枪造炮了呀。要是没有了枪炮，您的伟大理想就不能实现了呀。我们就是死了，在九泉之下也会为你感到惋惜，为你哀嚎痛哭的呀。这么说，王爷还是钱不够。我真的一点银两都没有了。我之前私藏在那些书里面的私房钱也没有了，去华太师那里想要钱也要不回来，这是天要灭我呀！王爷，别难过了，办法总会有的嘛。你真的有办法拿到钱吗？王爷，你还记得朗纳度表弟桑丘吗？此人在泉州做生意，这回呀正运一批洋货回苏州，他怕半路被劫道，特地给朗纳度写封信，叫他派人去保护，说是能拿到巨额的护镖费。朗纳度，你确有此事吗？朗纳度，王爷，我表弟可以出很高的护镖费，足够咱们买9天玄铁去造枪了。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！是啊。听着，你们就带我的亲兵卫队去押镖。桑丘说，可能有人劫，要是没人劫，1分钱也挣不了啊。咱们就找人劫。找谁呀？谁恨洋人找谁去。师爷，走。师爷，你要找到那个唐伯虎，在那边，坐了都半天了，老叹气，好像为什么事儿发愁呢。在那边。呢。这10天的期限眼睁睁看就要快到了，如果咱们再说什么？再发愁，价值连城的87期神仙卷就被徐连记跟洋人换了破书了，我实在是看不下去啊！哎呀，就是，
这87神仙卷是吴道子的真迹呀，堪称国宝。要是经过我们4大才子的手流到外国去，那是有辱文人气节，那会遗臭万年的。哎呀，你赶紧想想办法呀！我知道这87神仙卷是国宝，为了保护它，我们是责无旁贷的。而且，如果能阻止它流失国外的话，也就可以证明那个华莱士并不是王子，他也没有权利，也可以救秋香姐。所以，为了国家大义，为了儿女私情，我们还是要保护，别让这个国宝流失。所以问题的重点就在这儿。但是现在看来，要阻止这个交易的话，徐兄那边是说不动的。他现在天天留恋那个洋货店，就算被16打得鼻青脸肿，也还是劝不动他。不过，我们还是可以在洋人身上想想办法。有了！这洋人之所以能在这苏州站住脚，那是因为有洋货可卖。如果要是让他们没有洋货可卖的话，自然不就坚持不住了吗？有道理呀。不过有什么办法呢？咱们难不成去抢去？哎呀，兄弟呀，你知不知道那个卖洋货的洋人就要发大财啦？哎呀，刘爷，要说您消息是真灵通啊！您倒是说来听听啊！你知不知道那个叫桑丘的洋人，拿最近到苏州换的东西啊，去了泉州港啊，跟港口的洋商换了一大车的洋货呀！你想想，这些洋货要是到了苏州城，岂不是又要发大财了吗？这么多啊！这货什么时候到啊？再听听啊！还得是人洋人厉害呀！咱比不了啊！咱比不了啊！比不了啊！看，这是天助咱们呢，满满的一车，能换走咱们多少国宝？对呀，这些国宝要流到国外，我们这些文人就没脸见祖宗了。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。竟然在这里都能听到这个好消息，所有问题都能解决了。如果那些洋人没有那批洋货的话，在苏州怎么待？怎么待呀？怎么待？那你什么意思？劫车啊？劫车？就我们几个啊？文兄，你刚刚不是还说，如果我们这帮文人不出手的话，还有脸见祖宗吗？是吧？祝兄，你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？好，我就为了保护国宝的大义，我豁出去了。祝兄，你呢？我，也好。既然我们是一体的，就共同进退，绝对不能让洋人把值钱的东西给挑走。哥们儿，我豁出去了，豁出去了。好，就这么说定了。昊天正午，南门见，就这样。秀才劫车，哎呀！多好的一出大戏呀！他们是螳螂捕蝉，还有我在后面呢，咻，捉死你！喝下去喽，飞喽！事业高啊！后天中午，光天化日，如何劫车？那咱们就在。擎苍又牵黄，老夫聊发少年狂。文人明，夫人，你玩得很开心哈。还行。
我又做错什么了？装，这几天都干嘛了？天天和唐伯虎他们厮混。我天天在外边背着羊匣子帮你盯画，画呢？哎呀，夫人，你有所不知啊，我们这几天确实厮混在一起，但是我们绝对没有游手好闲，我们在商量大事，有关民族大义、文人气节。哎，夫人，你看看我有没有你平时的风范啊？呀！夫人，你干嘛又打我呀？大义、气节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对下，手举起来。今儿个不画完50张，别想出门。不是，我今儿有大事儿。